来看台中市进前有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可能伫学校受到霸凌，行地路，涉案的前学务主任嘛伫停聘3个月后，佮转来学校咯。教育局7月初要求学校爱重启调查，学校嘛决定讲要互这个主任佮再休困1个月。也毋过教育团体是真烦恼，讲重启调查可能只是应付尔尔。 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2年学生，医师长期伫学校受老师霸凌，今年2月是行地路，校方7月2日决定甲涉案的前学务主任佮停聘1个月。不过，人本基金会质疑调查委员会成员无改变，重新调查可能会变做一个形式尔。我们没有身负，你哪来的重启调查？而且这个重启调查呢，调查委员完全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，重启调查有什么意义？只是把这个报告再美化一下。 其实1个月后，这些人还是会回到工作岗位上。台中市公立高中医师霸凌案，教育局7月初时甲校方的调查报告提回去，要求重新调查。不过，涉案的前学务主任停聘3个月了后，7月初一就转去学校上班，引发家长不满。虽然校方阁做出停聘1个月决议，而且有允讲伫迄段结束进程的完成调查，到时对相关人员的处罚拢会依法办理。不过，人本表示，爱厘清的是这个学生伫学校时受到什么款无平等的对待，伫报告完成进程相关人士无应该个登去学校。目前学校重启调查中，等调查结果出炉，学校相关人员如有违法，教育局一定严惩严办。前学务主任的惩处与去留，一定视调查结果依法处置。 教育局表示，伫6月底时有收到校方的报告，审查了后认为还有相关事情甲疑点爱厘清，所以伫7月初时提回去。除了要求以上紧的速度完成调查，对外甲家长说明，而且相关受调查的人员伫调查期间无应该登去学校，若违法绝对会严办。